有啲人對五行命理存在誤解，佢哋認為通過五行命理嘅知識，配合個人八字嘅命盤，就可以完全預知呢個人喺命運人生中嘅一切信息，進而誤信人生中嘅一切早已注定係一個無法改變嘅定局，因而陷入咗消極嘅限制性信念之中，導致喺不知覺下喪失咗對生活嘅熱情同動力。仲有啲人將五行命理視為一種擁有通靈或治病嘅神奇力量，甚至有啲知識分子會認為五行命理係基於心理學為基礎，通過模棱兩可嘅說法嚟混淆概念，進而獲得後測者嘅信任。而通常呢種人